嗨，小朋友大家平安。今年暑假我们来点不一样的，我们要来进行线上的快乐假日活动。每周六我们都会推播一集的活动，欢迎大家来参加，也邀请大家上传你所进行的活动的成品结果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。活动当中，我们也会进行精心礼物的安排，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哦。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看快乐假日。长长的暑假开始喽，你要怎么计划你的暑假生活呢？游水、开冷气、拍电动。哦，天气真热，咱嘛会使大声唱歌来学拢咱的主哦。热天实在感觉真艰苦，天气真热，风也萧萧，实在无得去。虽然会当游水看电影，犹原感觉真刺激。好佳在我过会当大声唱歌学落我厝，伫冷气间内面凉爽无味。好佳在我过会当大声唱歌学落我厝，伫冷气间内面呼哈学落我厝。小小实在无得去，虽然会当游水看电影，犹原感觉真刺激。好佳在我过会当大声唱歌学落我厝，伫冷气间内面凉爽无味。好佳在我过会当大声唱歌学落我厝，伫冷气间内面呼哈学落我厝。考上国中音乐班，谢谢明伟老师，我也希望能用音乐来服侍主。太棒了，主一定会成就你心里所想的哦。我要击鼓跳舞赞美他，我要弹弹吉他歌颂他，我要大声欢呼我爱他，因为大大世界属于他。耶稣爱你爱我也爱他，哇啦哇啦不知道，哇啦不知道，哇啦不知道啦，哇啦哇啦不知道，哇啦不知道，哇啦不知道啦。我要击鼓跳舞赞美他，我要弹弹吉他歌颂他，我要大声欢呼我爱他，因为大大世界属于他。耶稣爱你爱我也爱他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神看一切都是好的，神也按照他的形象造了我们。这是一件多么奇妙的事，让我们一起来赞美神美好的作为。当我抬起头观看天空，看见神的大荣耀，当我睁开眼纵星辰在天，看见神的大作为，在每一天起歌颂神美好，在每一夜彰显神的大智慧，多么奇妙，多么
果哎，我最爱吃苹果了。哇，真的有苹果，还有香蕉耶！你最喜欢吃苹果哦？可是苹果从哪里来的呢？好像是从前面那一间水果行买来的。那个水果行的苹果又从哪里来的呢？是果农种的呀。果农种的，那果农的苹果呢？哎，姑婆，你真的是好奇宝宝哎！哎呀，我就只是想要知道第一颗苹果从哪里来的啊？怎么啦？你们在吵些什么？我们在问啊，我们在想哎，第一颗苹果从哪里来的？第一颗苹果从哪里来的啊？想不想知道啊？想。OK， 那我就来告诉你们，第一颗苹果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去听故事喽，走。走。嗨，我们啊，现在要来看看苹果到底是怎么创造来的。有没有看到我手上拿这本书？有没有？这本书是什么书？你们知道吧？圣经。这本圣经呢，它有66卷书，其中的第一卷书叫做《创世纪》。在《创世纪》里面呢，记载了上帝怎么创造我们这个世界，它的过程。在这个故事之前呢，研发老师要问你们，你们有没有玩过乐高啊？有。乐高有一种是，它是有一个主题性的，它可以组装成一台跑车，或者组装成一个建筑物的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对。通常那种乐高，它里面都会有一本什么？说明书。对，因为它的积木很多，一定要照着说明书慢慢的去组装，才可以组装成一台车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知道吗？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他需要说明书吗？他不用说明书，因为他太厉害了。可是呢，他仍然一样，是一个步骤一个步骤，一天一天创造不同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，上帝在每一天里面创造着什么东西。等我故事讲完，你们再来告诉我，我们刚刚那一些苹果啦，它是第几天创造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第一天呢，其实这个世界啊，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起初上帝创造了世界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在世界还没有开始之前，上帝就怎么样，已经存在了。因为上帝已经在了，所以他才创造这个世界，对不对？那你们知道这个世界一开始是长什么样子吗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还没出生，对不对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时候的世界是混沌一片，就是空气啦、水啦，然后都没有光线，整个是就是这样子灰蒙蒙，然后都是混在一起。我有一点难想象那个画面，不过圣经这样子告诉我们。那当上帝看到这样的时候，他就说：我觉得啊，要有光。上帝说要有光之后，真的就有光了耶！有光就会有什么？就会有黑暗，没错。上帝呢，在第一天的时候，他就说要有光，要有暗。然后呢，光的地方，我们把它称为什么？白天，非常的棒。那暗的部分，我们称为什么？晚上，很好。哇，第一天上帝就创造了光，然后白天跟晚上，这样子比较不会像一开始这样子都灰蒙蒙的、暗暗的，都看不清楚什么东西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第二天呢，上帝说什么？这样子好像还不够。上帝说：好，我要把这世界上所有的水分成天上还有下面，然后呢，中间呢会有什么？会有空气。哇，有空气，我们才能怎么样？呼吸，对不对？哇，第二天上帝就把水分成天上的水跟下面的水。研报老师小时候啊，就在想说，水为什么会有天上的水啊？你们知道？对，空气中有一些水分，它在天空上面就是云，对不对？当水分很多的时候，它就会下雨，所以就是天空上面的水，然后下面的水。那下面的水是什么？是海，没错。第二天上帝就把水分开了，然后呢，
也出现了创造的空气，这样子比较像一个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了，对不对？第3天，上帝让陆地上面长了很多的蔬菜水果之后，上帝觉得这样子够了吗？还不够。第4天呢，上帝觉得看着看着，虽然现在有白天有夜晚了，可是上帝说，我想要创造一个东西来代表白天。你们觉得上帝创造了什么？没错，上帝就创造了太阳，跟太阳说，好，白天就交给你负责咯。然后呢，晚上他就创造了月亮跟星星。哇，不止创造了太阳、月亮、星星，上帝还让这个世界有春、夏、秋、冬4种季节。为什么要有这4种季节？哇，在4种季节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大自然各种不同时候很漂亮的风景。树叶的颜色是不是都会不一样？对不对？甚至我们吃的水果也都会有各种不一样季节的时候产出的水果。哇，这是第4天上帝所创造的。第5天呢？有太阳，有月亮，有星星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点安静。上帝说：“好啊，那我就来创造一些生物。”于是第5天，上帝就创造了空中的飞鸟，还有什么？水里面的所有生物。水里面的生物，你们觉得有哪一些？随便讲几个水里面的生物。水母、鲨鱼很好，章鱼。那空中的飞鸟呢？怎么？不要乱说。空中老鹰，对，蜻蜓也是。哇，蜜蜂很好，就是呢，在天空，对，很多很多，说都说不完，对不对？在天空有很多的飞鸟，还有海里面、水里面的很多的生物。这是第5天上帝的创造。到了第6天，天空有生物了，海里面、水里面也有生物了，陆地上有没有生物？还没创造。所以第6天，上帝就在陆地上创造了所有的什么野兽。他先创造了野兽，先创造动物，很多爬虫类动物，还有很多的牲畜。什么是牲畜？牛啦、羊啦、猪啦这一些，他创造了在陆地上的动物。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刚才有说了，上帝呢，他用土捏的，按照他的形象捏了一个人形，然后从他的鼻子吹了一口气之后，创造了谁？亚当，世界上第一个人创造了亚当。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？他说：“亚当，亚当，来，我告诉你，我要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呢要帮我创造的这边所有的动物，你都要给他们取名字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你要负责管理我所创造的这一切。”哇，亚当当然好，他当然听上帝的话，他好好的管理的这一些。可是你们知道，哇，那么多，世界这么大，让亚当一个人管理，会不会太累啊？会太累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觉得说，让亚当一个人好像太累、太孤单了。所以有一天，他趁亚当睡着的时候，然后呢，从他的肋骨，肋骨就是我们胸部这边的骨头，拿了一根肋骨出来，创造了谁？夏娃，创造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。哇！上帝创造了亚当，创造了夏娃，他要让夏娃来帮助亚当，来一起管理这个世界。老师，为什么是拿出肋骨来创造？为什么会拿肋骨？圣经里面没有特别告诉我们为什么拿肋骨，他只有说这样子。拿肋骨。我刚刚说错了吗？对啊。我刚刚说错，有吗？我说的是肋骨，好不好？好。那然后上帝呢，就要让亚当跟夏娃他们一起负责管理这个世界。所以到现在是第几天了？第6天了。上帝用了6天把这个世界创造好。到了第7天的时候，上帝看着他所创造的这一切，他觉得这一切创造太棒了，他觉得可以了。于是第7天他就休息了。跟我们现在有没有一样？我们现在是不是1个礼拜上学，然后到第7天怎么样？
就放假守安息日。所以上帝用了6天创造这个世界之后，第7天他把它定为圣日，定为安息日。他的用意是要让我们在工作很认真工作之后，然后让我们可以休息，而且要记得回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。所以那不是说，有些人说，那第7天安息日不能工作，那我就不用写作业了，是这样子吗？不是啦。那妈妈说，那我就不用煮饭了，也不是这样子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第7天你要把敬拜上帝这件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，要记得第7天就是我们要休息，让自己休息，好好的敬拜上帝。OK， 所以上帝在这7天创造了这个世界。我们了解这7天创造世界的过程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，刚刚严巴老师有说，上帝要我们负责管理这个世界。严巴老师问你们哦，刚刚你们好不容易煮好一个乐高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乐高，结果你现在不能玩，然后你说，弟弟，我这个乐高你先帮我保管一下好不好？可是你要好好的爱惜它，你不可以把它弄坏哦。弟弟说，好，哥哥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它。可是他不小心把你的乐高弄坏了，如果你知道之后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一定会很难过，不要咒着别人，好不好？你一定会很难过啊！我亲爱的乐高，我交给你保管，借你玩，可是你把它弄坏了，你一定会很难过。如果换成是我，我也一定很伤心。一样的，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他把这个世界交给我们保管。我们可以享用这世界上的一切，我们可以看这世界上很棒的风景，我们可以享用世界上所长出来的果实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爱惜上帝创造这个世界，好吗？所以第一课，我们从上帝的创造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了解上帝他是很有次序的创造了这个世界，而且更重要，上帝创造我们人类是要我们管理爱护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，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破坏它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的故事，这样子你们有了解重要的地方在哪边了吧？有。所以那我再复习一下，水果，我们今天刚刚看的苹果是第几天创造的？3天。很棒，你们都知道了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次还会再讲更多更精彩的故事哦。OK， 那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说拜拜，拜拜。亲爱的小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呢，生活乐趣多，我们要来制作世界创造的立体拼贴画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来预备黑色的纸，黑色的纸我们预备4张。那如果没有黑色的纸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就预备白色的纸。可是呢，同时呢，我们就是要预备一个跟它相反颜色的黑色的纸，因为呢，世界的第一天的创造就是有光跟暗的分别。好。所以呢，当你预备白色的纸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预备相反的颜色，就是黑色，来做晚上的一部分的设计。好，那首先我们节目是呢，先用黑色的色纸来制作全部的作品的方式。首先呢，我们第2张纸呢，要在每一张纸都要在中间画一个圆，但是每一个圆呢是渐渐比较大的。大家看出哪里不一样吗？第一个圆是比较小，再过来第2圆是比较大，再过来呢，第3个圆更大。所以你只要按照类比方式画小、中、大的圆就可以了。那首先呢，因为它是一层一层进行的方式，我们就从最里面做到最外层的拼贴。那我们一起想一想，在世界创造的故事里面有哪些的物品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画出来，然后把它贴上去。那你也可以利用你的贴纸，比如说你如果有很多动物的贴纸，就可以用动物的贴纸来做中间层的动物的创造的拼贴。当我们剪下小、中、大3张不同的圆之后呢，我们把4张黑纸
重叠在一起。那我们要来做一个预备的动作，就是在这4个角剪小小的缺口，1、2、3、4。如果你需要力气不够大的小朋友呢，我们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，我们就剪到这里就好，大概1.5公分的长度剪下去，上面呢也一样，剪1.5公分的长度剪下去，还有这个地方1.5公分的左右，1.5公分的长度剪下去，这个角也是一样，1.5公分的长度剪下去。因为这4个缺洞呢，到时候会组合起来，就变成立体画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装饰每一天的世界的创造。拿出最底的那一层黑色的纸，没有圆圈洞洞的纸，我们要来贴上有光亮的分别。我们预备的长条白色纸呢，在4个角胶贴上双面胶，就可以把它粘贴上去固定住。那记得不要贴到，要保留这一段要立体的这个缺口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稍微往下挪一点点开始贴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那个的效果哦。当你拿第2张黑色有圆圈的纸放上去，试试就可以看得到有什么？对，世界的创造有光有暗，就可以产生在这里。OK， 好。那很简单，第1层我们完成了。好，那再过来，我们拿小圆圈的这张黑纸，我们要来做出有陆地有海洋。那陆地是什么颜色呢？海洋是什么颜色？没错，我们这时候呢就来预备一个蓝色跟绿色的色纸，我们只要剪一个类似山坡的感觉，组合起来就可以成为海洋跟陆地。怎么我们可以把它重叠，然后呢剪1刀就可以了，从这样斜斜的一个小山坡样剪下来。大家不用担心，你可以剪一个自己最喜欢的曲线，这样完成咯。然后呢，待会我们要怎么贴，就是要把它重叠在一起，把蓝色的海洋叠在陆地的后面，这样子就可以了。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贴在黑色的卡纸上。我们要把它贴在黑色的卡纸上。那一样的做法，要注意的小撇步的地方，就是要记得跟黑色的底也要留一点点空白，就是刚刚你剪的那个缺口地方往上贴，这样子。第2层的设计就是这样，所以一样，我们用简单的双面胶，不用贴太长，只要把陆地的角胶跟海洋一样，3个点的地方把它贴起来就可以固定住。所以只要每一个角的地方贴上双面胶就可以。然后我们把它撕下来，我们先来贴海洋。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先贴海洋呢？因为海洋刚刚我们设计是要把它贴在陆地的后面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海洋就有先贴，这样子，等一下陆地才能够重叠在它上面。好，好，第2层的部分到这里。那陆地上会有什么样的上帝的创造在上面呢？我们呢接下来就可以开始预备上面的创造的物品。大家记得有什么呢？好，那我们就可以拿白纸，我画了一个树。好，那树呢长在哪里？是海洋还是陆地？
没错，当然是陆地。那一样，我们画好，你可以用彩色笔画一个你自己专属的树，然后呢，贴上双面胶，在它背面贴上双面胶，然后把它贴在树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记得把它树呢一半要露出在圆圈的里面，然后一半贴在黑色的卡纸上，这样子呢就会有一层一层的看见树长在那里。好，那这一层完成，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第3层。好，那进行第3层之前，我们来看看，第2层跟第1层靠近在一起，就是这样的这样的效果。第3层呢，开始有掌管白天跟晚上的什么样的宇宙的物品呢？没错，就是星星跟月亮跟太阳。我们呢可以创作你自己的月亮跟太阳，然后我们来布置贴上去。那贴的位置在哪里呢？大家记得，因为我们是圆圈的一层一层的效果，所以记得一定要怎么样，把它贴在一半露在圆圈内，一半呢在黑色的卡子上。那一样，我们就是贴上双面胶，不用用太多，只要一小段贴在一角的地方，只要连接在卡纸上，它不会掉落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再过来呢，我们先在这一层，我们来看看那个效果状态。好，当我们在制作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呢，我们把3层拿起来叠叠看，好像陆地还有一点点太上面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可以随时做调整。我们把那个陆地跟海洋可以再往下一点点，这样子呢，第2层的黑色框框就不会看得到绿色下面有黑黑的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来往下挪一点点，调整一下位置就可以咯。然后它因为是一层一层的效果，所以大家不用害怕，你挪动位置的时候，那个胶会看见。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到陆地跟海洋是在黑色的框线下？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最大这个圆圈的黑色纸来贴上人物，因为人物是在世界的创造当中最后一个的创造。那你呢，一样可以拿白色的纸，然后用你的彩色笔或是任何的装饰呢，来画2个人儿的图案，然后把它贴在最外层。贴的方法呢，一样，你可以有一部分的比例是露在圈圈里面，一部分是贴在黑色纸上。好，这个最外层就完成了。当然，所有的创造里面啊，还有很多的动物，对不对？对。待会呢，最后我们把这画框立起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贴上我们很多想要放进去的动物，像有鱼，还有长颈鹿，还有个小兔子跟小绵羊。你可以想一想，选择你最喜欢的动物，然后把它画下来，或是找你有动物的贴纸来贴上布置。这是最后一个。当把这些动物布置上去之后呢，就非常的丰富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画框先把它组合架起来。好，刚刚我们呢在每一个黑色的卡纸上都剪4个角胶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先拿第1张第1层最外面的。那我们这里有缺口，好，那牧师建议你呢，当你开始组合之前呢，把缺口稍微再剪等腰三角形这样，稍微剪有一点点洞，好，每一个地方都剪一点点洞，这样它在组合的时候，它比较有一点空间，比较不会皱皱的。
那同时我们要预备，你可以用厚纸板，或是我们吃饼干剩下的纸盒子，剪一个长方形，剪4个。然后呢，一样要剪4刀，大概1.5公分左右的开口，像这样，好，剪1.5公分，你就大约平行。可以请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卡子太硬的时候，你可以请爸爸妈妈帮忙剪，但是不可以剪断哦，剪到这里大约1.5公分就好。那它的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要来交叉组合上的图画。那我们就是要来交叉，它的用途就是要来交叉组合我们的图画。好，我们把它有开口的地方，我们插在第一个开口处。这个方法真的是很厉害的方式哦！你看，不用任何的粘胶，它就可以立起来。好，那再过来，我们拿第2张黑色的卡纸，这个星星月亮的卡纸，一样是这个开口处，但是呢，我们就要插在第二个开口处，把它组合上去。我们在组合的时候啊，你会觉得好像还没有调整好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第一个目的就是先把它组合上去，最后再一起来调整就可以了。再过来是拿第3个卡纸，我们把它放在交叉在第3个开口处。这个纸箱子有一点厚，也许你也可以用厚纸板，好，也可以。最后呢，我们拿第4张的纸交叉在这个开口处。当你在穿插的时候啊，也许你会担心会不会把它弄坏，但是真的不用担心。最后我们再一起来调整。好，那一样，我们拿第2张卡纸来把这个套住。第1个纸卡在第1个洞里头。好，那我们可以让它平躺下来，比较好做，没有关系。好，这样子。那第3个卡纸卡在第3个洞。好，第4个卡纸卡在最后一个。好，就是按照这样子的原理，好，一层一层把它组合上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来组合脚。你看看，咦，这样子它是不是立起来呢？就是用这个方式。那我们把下面的底部呢，再把它穿起来。一样按照顺序哦。第1张黑色的纸就放在第1个黑色的第1个洞上，然后这个缺口稍稍剪一点点，再剪一点点掉。好，这样我们在穿插的时候就比较好，它就不会那么挤。好，第3个卡纸放在依序接上来。第4个，有点像在穿那个袜子，是有脚趾头的袜子那种袜，有没有？要一个脚趾头一个脚趾头把它穿好。好，再过来换剩最后一个脚了。好，穿第1个。再过来第2个脚，把它穿上去。好，这个动作先等一下再做，好不好？就是最后这个脚。好。好，接下来最后加油，我们把第4个脚呢，把它立起来。
一样把这个卡纸依序把它穿上去。第2个角，第3个角，好 ，OK， 哇，终于它可以站立起来了。那节目师准备的这个卡纸啊，它是厚纸板，是箱子的纸，所以真的比较硬一点。所以呢，这个接口的黑色卡纸处啊，就真的要剪洞稍微差大一点，它就不会像这样挤挤的。好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做好之后，可以稍微把它调整一下。那也许我们也可以一样，如果一样是卡纸的话，其实也很好组合。好，就这样把它立起来。好，那立起来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来布置我们的动物。好。那我们怎么贴呢？我们先来贴小鱼。好，鱼在海洋的这一边，那我们就呢也是一样撕一小段双面胶就可以了。那鱼是这样子贴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贴在那个海洋上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要把胶带贴在它的后面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把它拿着，然后呢，把鱼呢一样有一部分要贴在海里头，然后有一部分要把它露出来，这样就可以看到鱼在游泳。好，那陆地呢，你们就可以自由的创作。好，那但是也一样，你可以把它设计的一层一层的。好，那我先让长颈鹿贴这里站好它 ，OK。好，我们可以把它贴在黑色纸上，好，然后呢有小绵羊，我把它贴在比较厚上面，看起来好像比较远，然后小绵羊小小的 ，OK， 再来有兔子，好，小兔子，让它藏在草地里头。你有看到小兔子在哪里吗？它虽然藏了一半的身体，但是还是看得到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一个小飞鸟，我让它呢飞在外面，啾啾，好，贴在最外层，这样子就完成了。所以啊，你可以放很多的动物进去。设计你最喜欢的哪些动物都可以把它贴上去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位置，只要可以露出它的部分，其实都可以把它贴上去哦。那最后可以用你最喜欢的色笔，把最外层的这个框框，你也可以画上线条、形状，然后来装饰它，让它成为一个很缤纷的一幅画框。今天呢，层层立体画框完成了，我们试试看哦。那暗蒙蒙看。孙娘，当然嘛暗蒙蒙，你无开电火啊？你看。无啊，暗蒙蒙。还有啊，你头拄转来袂去，甲你的目镜刻落来啊！哈，来啦。多谢。各位小朋友，阮是南昌白调。讲台语。今日咱的主题吼，就是光甲暗。咱头拄啊吼，看着孙娘伊安尼吼，伊挂目镜暗蒙蒙啊，伊无开电火，所以暗蒙蒙呢。像头拄啊吼，我会讲，我头拄啊伫外口转来的时候，迄停电电火拢无开啊。安尼哦。暗蒙蒙，佮落雨我的头壳拢甲淡糊糊，规身躯甲淡糊糊，涂较淡落落，我佮跋一倒，哎哟。可怜的呢，足疼的呢。安尼哦。所以吼，咱要有光做咱的帮站，互咱会当看到路，对无？就说咱生命中要有光哦。是啊，咱有光啊，所以咱头拄仔呢，听到迄个光创造的故事，咱就知影，咱的心内要有光，光就会当互咱安怎？
有平安，是有勇敢、勇气、勇敢、勇敢、勇气，勇气。嘿，对，勇气。所以咱邀请上帝，真做咱生命的光。生命的帮站。是。所以当你会惊吓的时，咱唔免惊吓，因为上帝做咱的光，做咱的帮站，伊伫咱的身躯的倒位。心内，心内对咱做咱的帮站，是啊，咱袂惊吓，对无？是，是，好，咱着安怎？伫心内安怎？要勇敢，啊，勇敢，安怎？爱是闯哦，有上帝伫身躯边，咱的就是闯的哦。闯。我敢在我轨道